两难之间，也想睡，但又想听。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两难之间举棋不定，有没有？考试的可能有选填志愿我到底是要读南部还读北部我想新一位选择来读北部的话，应该也经过一番的挣扎，或者是本来他就想要读北部。录取之后选科系也是一样到底你想读哪个科系未来的发展？我们最近都有在看亚运的比赛，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棒球中盘大战。这一次的中盘大战跟以往特别不一样，就是以前的中盘大战会觉得到底要不要换投手当时要不要换代打，都想了很久。可是这一次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次的教练很大胆，觉得不行就马上换，一点两难之间都没有，以至于我们跟韩国这么张力这么强，我们都能够得胜。那像以往很多常常就是因为这样子错过了时间就打输了。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有常常两个事情在发生，比如说大学毕业之后，到底是要先工作、结婚、当兵、考研究所，还是出国？父母亲吵架的时候，儿女们都不知道要支持哪一边，有没有？这很两难父母亲吵架，或者是婆媳不和的时候，做儿子的、做丈夫的就更辛苦了。我想这些不是连续剧8点档在上演，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每天都在上演。这是在我们的情感上面的两难。另外一种就是地理上面的困难。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我们所谓的台商，不管在中国大陆、在香港我们在座的也有父母亲就在外面工作。在工作其实也很两难爸爸妈妈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去工作？为了机会，为了薪水，为了升迁。可是这当中在外面工作的人其实他也很孤单。然后在这边的人可能有好几个月看到爸爸妈妈一次，这也是我们在情感上面的两难。其实说真的，很不容易来适应。甚至如今环境变好了，我们连出门在外，要出门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可能都会想很久。男生可能就还好。王信，你要出门有想过要穿什么衣服想很久吗？应该是不太会。可能宜涵就会有一点。宜涵会不会？还好，对不对？人家说常常都少一件衣服，传道最近也常常觉得我都少一件衣服，不晓得穿哪一件才好。没怎么搭了，没有办法。我们这日常生活，甚至我们要去吃餐厅到底要吃什么样的餐厅，吃什么样的菜，都会想很久。买车子也是要买什么车，买房子到时候要买公寓的，还是买大厦的？常常让我们有很多的不容易。这是一个充满潜力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最复杂的年代，以至于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表面上看的那么单纯。在建成教会附近，台北火车站这附近，有很多的流浪汉，要不要给钱？你经过流浪汉，你有没有给钱？等一下再回答，有没有给钱？也有一些，他说他是什么基金会，叫你捐发票。传道也遇到好几次在教会，他就用很可怜很多的理由跟我讲，我被扯我输了对，我从台东来让我钱掉了，那你可不可以借我500块的车费？要不要给？我们听丽景姐丽景之前开兴旺自助餐，然后有一次有一个流浪汉跟他到自助餐说跟他要钱，丽景问他你要钱做什么？他说我要买吃的。丽景说我自助餐就是开吃的嘛他就弄得很便当非常好给他吃，让他带走。可是他之后来的客人跟丽景讲说，刚好看到我们有一个人把便当丢在路边。其实他是要钱，他不是要吃。台湾人是一个很有爱心、很有良心的一个国家，但是如今这些状况到底是真是假？当我们碰到的时候，我们心里其实会有很大的煎熬跟彷徨。我不晓得你会不会，黄信，因为我们现在感情越来越好对不对？黄信，如果碰到这个，你会不会给钱？骗人。骗人？骗人吗？还是？不是我不知道就是在路边看看。
难，对，很煎熬，就是没有像以前就是很决定，就是一定要给，一定要给啊，很犹豫不决，到底帮不帮？今天的经文箴言书离我们大概有3000年这么远的时间，也遇到两难的事情。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今天的经文，来，你们刚刚都是金句哈，13节没有读到，来大家打开周报啊，从那边有吗？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个箴言23章13到14节，请。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会救他的灵魂跌下阴间。好，传道人问一次，有被父母亲打过的请举手。问你们笑啊，我也有啊，我也有啊啊。好。这个就在谈管教的问题，换成现在就是体罚啊。台湾早期针对体罚的事情讨论的非常的大，传到这个年代，父母都会交代老师，小孩子不乖就是打，打给他死。我以前父母亲打给他死哈，不打不成才啊，不打不成才。当然，台湾后来打出了一些问题，大概在12年前，立法院就通过了学校不准再体罚，所以你们现在学校里面应该没有在体罚啊。但是今天的经文要带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管教这个问题。我们一般人的弱点就是常常延迟管教孩子的坏习惯，直到这些坏习惯给父母亲带来了麻烦。一般在开始的时候，父母亲可能很忙，对这些孩子的坏习惯一笑置之，不当一回事。可是这样管教的时机就过去了，不好的行为就像一支树干一样，你主干歪掉之后，你要把它调整回来是非常的困难。经文说：“我的儿啊，我打你，你不至于死。”另外这个我讲，但是我要是让你乱来，你一定会没命。孩子要是没有管教，就会变得不听话、不顺服，内心会骄傲。就如同将一块布放在有火的旁边，很快一下子就燃烧起来。在小的时候没有得到管教，长大之后就管不了，那就会懒散，一些坏的习惯就出来。要是继续下去，他的良善的心就会迷失了，他会变成一个愚昧的人，他就会容易和一群放荡的人在一起。父母如果没有从小严厉纠正孩子，如果孩子犯罪，父母也要一同受罪。经文就说，不打孩子是恨怒孩子。最近台湾发生一些有钱的孩子，我们称他叫做什么？请问你是富二代吗？我们称他富二代，他不是，他很乖哈。我们看到这些富二代，因为父母没有陪伴，没有管教，以至于他们做了一些荒腔走板的事情发生，淫乱的事情、吸毒的事情，甚至开着跑贵的名车撞死人。演艺人员最近也接连的发生，不管是在国外在国内，新闻都很大。有一个艺人很有名的艺人他这么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对不起我的儿子。我这20几年来，我都在认真打拼赚钱，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其实，当父母亲的人都知道孩子犯错，其实我们心里面更痛。很早之前在上班的时候，我有一个客户他在社会上有地位，然后也很有钱。可是，在聊天当中，他有些许的无奈。他说，如果可以，他愿意用现在的一切换回他跟他儿子的关系。但是千金难买早知道。有一句俚语这么说，台语的俚语小时候讨班补，长大考看无。就是我们小时候如果偷人家的胡瓜胡瓜小小的，长大后你一点连牛你都敢偷。这是我们不
愿意看到孩子变成这样子。但是现在在台湾，大家都太忙了，我们疏于陪伴我们的孩子。我相信台湾如果不调整，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管教会让孩子变得专心、顺服，会听话。我们用杖打，他这个杖打其实我们是管教，我们爱他，我们疼他的时候，会将孩子的耳朵跟心门打开，他会听得进去。管教会约束我们人在罪恶里面滋长，管教会让罪恶在我们心里面没办法滋长下去，会赶走死亡。管教让我们原本被魔鬼控制的人，我们会带来清洁的灵魂。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心交给谁？交给上帝。我们不要想自己控制。我们知道心放在我们自己的身边的时候，是非常多的引诱在诱惑着我们。来在台北读书，引诱比在南部多很多啊。但是当我们将我们的心交给上帝，就会非常的安全。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管教是因为爱，被管教是警惕，更是为了将来的好处。我们培养出我们的好习惯，会带来长寿，更会救我们自己的命。之后箴言书23章15到16节啊，我读一次。我儿啊，你若心存智慧，我的心就甚欢喜。你的嘴唇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父母亲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养一个就很辛苦了，养两个啊，现在照明养2个也很辛苦啊。我们这种不怕死的养3个更辛苦那个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养3个啊。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承受许多的孩子的叛逆、悲伤，让我们很艰难。子晴今天刚好没来啊，子晴真的国高中是非常的叛逆，听说这边也有几个国高中叛逆的啊。我不要讲谁啊，国高中叛逆的，李翔也是叛逆吗？你有没有叛逆过？李翔没叛逆过。有，他看过爆炸头。看过爆炸头。李翔前面的美少女应该也是有叛逆过的啊，有叛逆过哈。我们孩子叛逆的时候，其实父母亲真的非常的煎熬。子晴国高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叛逆啊，我好几次都真的已经想打下去了啊，但是牧师阻止啊。牧师为了他，在子晴的房间里面哭泣祷告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正是为了他禁食祷告真的非常的叛逆，我们就觉得真的是好像黑暗跟笼罩，非常严重啊，非常严重啊！我好几次手都已经出去了，但是收回来，脚就往椅子踢过去啊，或者就打下去，打下去可能就不会像我们现在父子关系这么好。我们现在父子关系多好，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常常一起洗澡啊，现在还一起洗澡。当父母亲看到孩子长大，充满了智慧跟仁慈就像看到你们有纯全正直的人品，这时父母亲的心就得到了喜乐跟满足，真的。郑梅姐，一看到李翔，你们心满对，那我看到子怡、子群我觉得感谢主。我觉得用1000万来换，我都希望他们是这样子，就好像亚运的运动的选手，他们平常忍受煎熬，在训练，当他们比赛得到好的成绩的时候，一切的苦都是值得的。感谢上帝无限爱，牺牲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爱，让我们在这混乱的年代，让我们有重生的机会，我们出黑暗，走入光明。
我们白白领受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如今我们在傍晚坐在这边，一同来敬拜他。我们现在回想，当我们领受恩典那一天来到教会，我们依然也带着我们自己原来本身的样子来到教会。有可能你来的教会是，黄信，你几岁来建成教会？好，7岁啊，有可能是7岁、10岁，传道是33岁才来教会啊，甚至有人是50岁、60岁才来教会。我们带着不一样的生命，带着不一样的家庭背景，带着不一样的心情，你的地位、你的才情、你的恩赐，来到县城属灵的大家庭。但是我们有一样共同点，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了，旧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将迎接新的生活。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旧的生命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就过去。甚至3不5时就偷偷的又有新的绊脚石进入你的生命，影响我们往前来奔跑。那我们有时如两只脚一样，脚踏2条船，那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你试试看，香蕉船都很恐怖的幻想，脚踏2条船那是很恐怖的。我们的心想在主耶稣这边，但是又有一个声音把我们拉走。这两种的力量常常在我们内心里面拉扯。我们的心起起落落，一回开心，一回又忧闷。我们常常在两难之间陷入的黑暗当中，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真光永远在。信仰旅程是主耶稣主动的邀请我们。我想，若不是主耶稣的邀请，我跟牧师不可能到33岁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到教会，也从来没有人邀请我们到教会。我们只一样，小时候我就带着他们去行天宫那时候拜拜。可是上帝的灵带领我们，在我们33岁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教会。主耶稣也主动邀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跟他一起同工。透过同工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旧换新，让我们有盼望、有信心，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式，有牺牲、有爱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越来越清楚，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有特别的一个呼召，因为我们知道，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早上我碰到宝义姐啊，就是阿嬷传道你人真好啦，我有这你嘛人真好，我无效啊啦，我年纪大啦，我就马上斥责他，袂使，你是足够注意啊。他可能客气，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如今我们还有一口气，在世界上一定有上帝对我们特别的意义跟使命在。但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主耶稣也让我们有自由意识的选择，在黑暗跟光明的当中，让我们选择，让我们自己做决定。我们是要继续以自我为中心，继续用世界的眼光、以前的生活的方式来参与教会的生活，而没办法感受到圣灵透过身边许许多多的事情的发生、环境的改变、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及提醒，来告诉我们他爱我们。我想这次马偕杯篮球赛，我们青少年我们2队，我想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很多不管我们的教练我们的教练在后面，我们的教练我们的顾问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很多的爱。圣灵的提醒就是爱的管教，而我们是否有将圣灵的提醒当作耳边风，觉得是自然的，听不到，以至于我们在信仰灵命上面一直停滞不前。我们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礼拜，但是行礼如仪的基督徒。另外一种的基督徒是怎么样？他内心渴望被爱、被关心，他也盼望被上帝来医治。但是他做出来的行为，让我们不知道如何帮他，也真的是爱不下去。他怨天尤人，他将弟兄姐妹的爱，他推得远远。他成为我们信仰群体里面失落的一群，也让我们很担忧的一群。其实黑暗跟真光只有一线之隔，
其实要成为新造的人，要成为出黑暗、活在光明中的人，我们需要放下自我的坚持。我们的生命要愿意不断被主来管教。难道再说一次？我们想活在真光里面，我们的生命就要不断愿意被主来管教。我们要被拔出，就像一棵树一样，我们要被拔出，我们要拆毁，我们要破坏，我们要推翻，我们要重建。上帝会再帮你重新种植下去。生命不断愿意让主来修剪，不断将阻挡我们往前进那些看得见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完全除去为止。信仰是人生命的全部。当我们常常持守真道，走在光明的当中，当我们成为光明之子的时候，黑暗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两难事件的发生，常常是因为我们离了光，以至于在黑暗当中，我们失去了安全感。光跟暗不会同时存在，光跟暗不会同时存在。像我们现在那么光，就看不到黑暗；当我们把灯关掉，黑暗就出现。感谢主赏赐教会，帮助我们可以有学习真理的地方。教会都是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是他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互为肢体，我们是生命共同体。信仰绝对不是用说什么大道理。传道所经历的信仰，全部都是很生命，一个生命一个碰生命撞出来的，绝对不是跟我讲什么大道理我得来的。信仰是我们每一个肢体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管教，我们委身在教会，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每一个肢体愿意主动牺牲时间、奉献金钱，看到教会的需要；当我们每一个肢体愿意委身在团契当中，可这个团契常常有时候很多人，有时候很没人，但是你一直委身在那边，你会看到上帝对你在团体里面的呼召，成为团契的祝福。当我们每一个肢体愿意举起双手来为教会、为牧者、为长子、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来祈祷守望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愿意在我们当中都呼出一些包容、鼓励、体贴、怜悯的时候，当我们在肢体中间，我们愿意少一点批评，少一点论断，少一点攻击，少一点看笑话的心态的时候，当我们常常坐在我们最小的兄弟的上面，我们就爱邻舍如同爱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个肢体在社会上愿意照主的教训，我们行公义，我们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时候，当我们见证教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纵然有黑暗、狂风巨浪临到我们依然可以抬头挺胸，昂首大步过光明的生活。没有什么是两难的。当你心中有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就没有什么是两难的。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相爱的肢体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我们会在这个爱的团契当中，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慈爱，因为我们真的尝到主恩的智慧。各位弟兄，我们请起立。不管我们现在，不管我们个人还是教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还是会一直不断经历黑暗、狂风暴雨临到我们的身上。请注意，狂风暴雨会跟着你一辈子，但是请你不要害怕，因为这一切的苦难都将成为化妆的祝福。因为当我们教会渐渐有很多人愿意在读经、在祷告、在委身服事、在彼此相爱上面努力的操练，传道相信，上帝必与我们同在，上帝也必与你同在，因为你会成为一个光。建成教会将不断发出真光。为他长老讲一
的确，当我们这边都是良善的，业力它就不见了。当有光的时候，就不会有小偷那边偷偷摸摸；当有光的时候，就会影响其他弟兄姐妹。传道相信，你相信吗？让我们用信心盼望一起来唱这首歌，让我们成为正光。你是光荣，在风雨中，我能相信，我相信，不在意人所说，不管发生什么，我很相信。我相信，无论的是我与你爱的主我高举双手敬拜，信靠你，你是我神。我的拯救者，我的世界在你手中。你是我神，我的医治者，我信靠你，我主耶稣，主我相信。在风雨中，我能相信，我相信，不在意人所说，不管发生什么，我能相信，我相信，无论的是我与你爱的主我高举双手敬拜，信靠你，你是我神，我的拯救者，我的世界在你手中。你是我神，我的医治者，我信靠你，我主耶稣。你是我神，我的拯救者，我的世界在你手中。你是我神，我的医治者，我信靠你，我主耶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我们手放在我们心上。难道不知道目前有什么事情让你两难的，让你内心忧愁，不知如何是好？是你身体上的病痛吗？折磨着你，还是家庭、情感上的问题？是工作？是经济？是学业上面种种的问题困扰你？